呢間雜貨鋪就喺順德杏壇鳳鹼水鄉進士牌坊旁邊。呢度嚟嘅客人呢，真係各色其色，好多時都有好多特別嘅要求。早兩日有個客攞個包過嚟，希望我幫佢改良下。佢又好有心機啊，但係個袋做到一半就唔知點埋尾。其實自己動手做一個手工包呢，係唔容易嘅，因為一張皮又硬又厚，做起上嚟真係要多好多功夫嘅。雖然呢個包啲線縫得歪歪斜斜，但係咁樣我反而覺得好有個人特色。所以我就決定保留袋嘅底部，跟住我就用剩低嘅皮做一條手環同埋肩帶，咁希望保持到佢原汁原味之餘呢，個袋亦都變得比較實用。嗱，咁話咁快就搞掂啦，呢個水桶包都幾有特色啊！個顧客攞上手都十分中意，千金難買心頭好，哪怕幾靚嘅名牌都不及自己親手做嚟得咁特別，係咪？